人在失去挚爱的时候，有些痛其实是没有地方可以说的，也是为什么我一直相信仪式感不是形式，而是一个让心有出口的过程。在这样的时刻，家属常常被两种力量拉扯，边想撑住自己人，边却痛到无法承受。有些话你没有办法跟家人说，有些情绪你也不想再让最亲的人担心。正是人类在亲密关系中最矛盾也最孤单的地方。而在仪式的过程当中，我常常成为那个可以让家属畅所欲言的人，把来不及说的话、放不下的痛慢慢说完。当仪式圆满完成，往生菩萨的托付被好好的实现，家人真正的感受不是结束，而是原来他留下的一直都是爱。能陪一个家庭把痛说完，把爱留下，是我在生命产业当中最骄傲的一件事情。我是王若佳，在龙岩陪你，送行也送爱。